小朋友大家好，先生早，嗨！我们今日的故事呢，就是同一个大鱼的人，都大鱼啥渔夫，大鱼仔，然后和他的妻子。妻子我们有两个讲法，一个是捕鸟，捕鸟，一个是嫁爱。家，故所今日要讲的故事就是大鱼啥同一个嫁爱的故事。呀个两公婆呢，两夫妻可以讲两公婆，他们住的房子细间哦，故所呢，伊呢身份唔係講幾好，有一日呢，一個當啥好，伊就去海船釣魚嘅，伊釣啊釣嘅，釣到一條非常大嘅魚嘅哦，釣起來過後呢，一個神啊，冇想到就同一個當啥講，我是神魚。只會讓我變走，我就會把你嘅願望實現。一個當啥想講，冇想到一個會講法呢，伊就聽伊嘅話，同一個機會拿走，如本也神多轉去去到度咧，伊就多轉去同伊個家嘅講啊，結果家嘅聽到伊係乜嘅反應啊？伊嗰天哦講，侬安樣咯。侬唔知講我提起嘢啊，去老嘅去同嘅神講，我一件太污嘅，俺的那污嘅暗色，我們的屋子那麼小，對不對？然後漁夫說，錯過，他就回去了，回去海邊，他說，神啊，唔睇奶，我家我起嘢啦，所以神魚就問他，想愛乜嘅啊？我嘅家吼，我的老婆，佢講啊，伊想我一件太污嘅，然後神魚聽到了說，哦，好啦，好做呢，好貴嘅，好叫漁夫回去說，佢嘅願望實現咯，然後一個當下呢，伊就多轉去咧，結果呢，伊嘅屋卡變動用呢。本來是小小的茅屋，對不對？變成暗太嘅屋嘅喲。一個當三個家，當然幾歡喜呀。好，姑姑嘅兩個禮拜，伊就唔滿意咧，伊就講哦，老公，伊同嘅神講啦，我愛一座城堡，城堡是什麼？城堡。大房子已經不夠咯。嘅當啥，伊就是要走去海船啊，都同嘅神講，神啊，係死啦，我嘅家嘅吼，伊想要一個城堡啦，神就講，好貴咧，好賺咧，那當啥回家看到什麼？看到城堡，好當然啊，第八個當啥嘅家嘅，幾歡喜啊！就幾好不卡變做城堡嘅哦。唔過呢，伊下伊想講，錯個，老公，迄屯嘅神講，我想要做武王，呀個當啥就私有個多轉去，講拜託啦，神，我嘅家嘅好，伊想要做武王咩？呀神都講，好貴咧。唔嘅願望實現咧，個當啥就多轉去，多轉去過後看到伊嘅家嘅坐啲王坐風頭拿當，還戴呢乜嘅呀王冠，故所伊嘅家很開心，我戴的王冠哦，我當皇後啊，唔過呢冇想到呀老公就問伊個，我呢應該感恩你啊，個家嘅講。冇啊，唔過去老嘅當啥個，我要做縱觀萬物的神，個當啥就想講好啦，我嘅家就按你講嘅，我是有過到海船，我係見到阿姆石頭、阿摩西數哦，嘅浪有非常嘅大哦，當啥就會個驚啊，但是他還是發抖的說，神啊。
拍谁呀？爱家哎，我的老婆想要许愿啦。然后神谕就说：啊，亚航上爱嘛个？拍谁哦？神呐，爱个家吼，伊想爱做神呐，他就说：哦，归去，一路做神明呢。多转去过后，鸡腿家家的吼，有几多伊能细细嘅毛窝地度咧。故说呢，对亚个神来讲，唔爱做神，唔爱壮观嘅地方，就系唔嘅细毛窝。故说唔想要做神，就多转去笨蛋嘅毛窝就好咧。也就系亚个故事，同人讲哦，唔好太淡。今日嘅故事就讲到要，多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